乡亲啊，国内的疫情即摆是高原期，也就是确诊的病例数，都是维持伫迄个卡刀进体无多。目前全台湾的确诊率达到9%。公卫专家讲，全台湾的疫情会伫个5日之后达到高峰，开始来落降，可能伫个7月底会来平稳。到时阵差不多会有900万人畏过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毒。还佫有专家讲，后礼拜就会当看到明显的群体免疫的效果。连续假期是好天，哪会使错过出门佚佗的好时机？也毋过，这南北流动的人潮一定会带动南北病毒的交流，或者疫情增加变数。5日这连续假期，全球各地将是疫情降低关键点。的 RT 值在看的话，端午节后北部的转折点已经早先出现了。那如果南部的转折点在6月10号以后也出现转折点，那就代表全国就会我们的流行曲线就会脱离这个高原区，开始慢慢缓步的来向下。现在的台湾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有抗体了，大家已经走到高峰期了。一般人那合家出游，我想影响应该不是很大。那只是说那小朋友可能要额外需要当心，因为小朋友。中国医监管制中心副院长黄国斌认为讲，依照目前感染率甲注射率，估计整体确诊数会继续降低。后礼拜就会使看出明显群体免疫的效果。台大感染科医师李炳英是表示讲，高原期拖较久是当初无料想到的代志。估计全台湾胃病率达到20%到30%了后，才有可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准。指挥中心公布，为今年3月7到6月7，这一波疫情各县市的确诊率全国伫9.28%，六都内面以新北上悬15.54%，过来是桃园12.85%，过来是台北市的10.77%。台中、台南、高雄拢无超过7%。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认为，要回到无超过1000例病例数，要搁等1-2个月。7月底、8月初应该可以看得到，整波的疫情会完全的走完以后，确诊率会落在15%，总数在15%到20%之间。那要回落到1000例以下，也需要大概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，才能够慢慢回落到1000例以下。若是依照较悬的估计，到7月中旬，全台湾差不多有900万人去畏着病毒，时到咱台湾的疫情就会使收尾啊。咱咧就可能开放国门，加将防疫规定放较严啊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